你好，我係 Isabella，我哋依家一齊嚟睇下2026年3月16日至2026年3月20日嘅香港股市市場分析同預測。恒生指數目前喺25000點附近，獲得較強技術支持。呢個水平同時係250天線，同過去多次嘅關鍵支撐位，短期內估計仍然有能力守住，避免進一步大幅下挫。雖然指數未能有效企穩26000點，而且多次失守10天線，但只要維持喺250天線之上，後市仍然有望保持區間震盪格局。技術指標顯示，指數已經接近保力加通道下軌，向下空間有限，屬於相對低位，適合伺機低接。整體走勢呈現先高後低，之後反覆整固嘅特徵，短期大概率喺25000至26200點之間上落。當前港股最大壓力來自中東局勢持續緊張，尤其係美國同伊朗嘅衝突已經進入較長階段。伊朗態度強硬，並揚言維持霍爾木茲海峽關閉，導致原油供應受阻，油價急升並突破$100關口。高企油價推升全球通脹預期，市場擔心聯儲局減息空間被壓縮，甚至唔排除加息抗通脹嘅可能性。喺呢個環境之下，高估值同風險資產普遍面臨拋售壓力，環球股市包括港股都難以獨善其身，避險情緒升溫令大市持續受壓，戰事長期化同變數增加，亦進一步削弱投資者信心。美國就業數據疲弱，市場原本期待聯儲局可能推出超出預期嘅寬鬆政策刺激經濟，呢個成為少數潛在正面催化劑。不過受中東危機拖累，減息預期已經明顯削弱，難以成為主導力量。同時，騰訊、阿里等中資科技股即將公布業績，再加上美股3重結算日等事件，短期市況波動加劇，容易出現反覆調整。此外，人工智能相關發展雖然帶動部分科技板塊，但喺地緣風險籠罩之下，拉升大市嘅能力仍然受限。內地兩會之後，政策取向偏向保守，缺乏大規模刺激措施，亦令港股短期難以出現強勁反彈動力。綜合嚟睇，恒指已經進入調整階段，下方目標有機會指向24500點附近，投資者需要警惕進一步回落風險。中東戰局未見明朗，油價高企，通脹壓力同減息預期減弱等因素交織，令大市跌難升格局持續。建議投資者謹慎管理風險，不宜過分進取或者重倉追高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指數成功守穩25000點呢個重要支持，加上技術上接近超賣區，短期反覆震盪之中可能會出現低位撈貨機會，但前提係地緣局勢唔再進一步惡化。整體而言，現階段市場仍然以觀望同防守為主。